接即个即款的即摆所介绍的内容啦吼，我是有一个感想就是吼，实际上是安怎旧金山合约，或者是讲台湾国内法，或者是讲其他法律上的问题，伫台湾拢总袂通，伫台湾人的社会内底，大家拢一方面听袂到，第二方面听到也是怀疑的声，怀疑的感想真重，讲到迄款代志，因遮人逐个伫黑白讲，拢有一款感想就是啦吼。所以即点吼，到底问题是伫这吼，到底是安怎？若安怎吼，咱甲有办法将即个干吼透会开？我希望讲对即个方面吼，搁做进一步诶分析，或者是讲来拍拼看卖，看安怎才会当将即个干吼透会开。即个几年来，阮的努力有一个感想啦吼，台湾确实还阁白色恐怖，台湾人讲话拢总保留真济，甚至于讲我会使出钱，但是袂使出名，即款代志足济。所以即个意思呢，就是讲伫台湾吼，毋是讲有真圆满的自由伫遐。所以即点吼，那我个人的观察吼，就是安尼就是啦吼。因为即个理由，我利用即个机会，向台湾，尤其台湾的乡亲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阮伫旧金山有一个简单的组织，就是讲专门咧保护台湾人的民权、台湾人的人权。组织本身历史是真短，是2、3年的真短时间，但是运作啊袂歹，运作啊袂歹，有咱是有几项吼，世俗的诉讼的经验，以及有真侪美国朋友咧斗骹手，遮拢是专业的美国朋友咧斗骹手，所以有即个面伫后壁面吼，阮讲话也比较自由，也比较较大胆就是啦吼，较唔惊即个伫台湾的迄个白色恐怖，所以我是呼吁台湾的朋友，万一你若是讲找着麻烦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一个想法，讲是毋是还阁有路他来救我？我的答案就是讲有，是袂当讲发达你保证讲一定无代志，但是阮会去尽阮最大的努力来斗骹手即个代志。所以万一若是有找即个找着即个国民党的麻烦啦吼，麻烦若去来找着吼，你甲含美国阮即个组织吼，保持联络，看阮会当斗骹手啥物。遮个代志实际上，若伫我这边咧发的批网站内底吼，拢总有详细代志。我最近有一直咧呼吁，讲毋免惊，咱有批人咧关心台湾的代志，所以安全大家应该讲的话应该讲出来。所以这点互大家会当了解。所以希望用这个做一个启发点吼，会当加讲一寡较有公道的话，莫讲要相信国民党的话，无爱相信美国政府的话。这个代志实际上发生了足久啊，就是啦。所以对这点大家有啥物意见吼，拜托发挥一下，多谢。我想头拄仔针对即个新公兄所提问题吼，台湾上大的困境到目前到今仔上大的困境，就是讲大家真困扰，到底台湾即马是毋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？即个非常的困扰。有真侪人讲有啊，台湾即马有人民、有土地、有政府、有选举、有选总统，等等来看，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。但是真可惜，伫全世界，咱若要加入即个联合国的时阵，伊甲你问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讲你是毋是一个主权国家？那么主权国家是定义，就是讲你即个政府，你是有即个土地主权。咱只要凭开台湾历史来看，今仔日伫总统府内底，迄个马英九先生伊讲，台湾有主权。伊的宪法包括中华民国的中国大陆，包括蒙古，但是这真
真可笑的代志，因为人北京迄个中国，伊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，蒙古嘛是已经联合国会员国，台湾敢若只不过是一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一个政府尔，伊根本就无一个土地迄个领土的主权，是安怎讲？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根本就欺骗社会一个代志。过来，伊讲人民，伊到底伊的人民偌济？伊到底是1亿、15亿、13亿，还是讲2300万？讲袂清楚嘛。伊对我讲海外有3000万的华侨，迄到底是毋是中华民国的迄个人民？所以土地也无清楚，人民也无清楚。讲到政府，佫较闹屁，就是讲你即个政府，家己本身伫你家己领土内底，伫台湾内底，你举办国际举行的即个运动，咱有看讲，迄个2009年是无？即个伫高雄办一个世界运动会，伫台北有办一个举办一个叫做啥物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含家己的国家叫做啥物也都讲袂清楚。人要看讲你即个国家，你所代表的即个旗啊嘛无，所以敢若伫家己厝内底，你就无法度去做主张的时阵，啥叫做主权？主权就是讲伫你所统领的即个土地内底，你有法度做你即个政府想要做的代志，但是无啊，伊根本就无法度讲伊想要做的代志。所以既然无土地、无人民，嘛无权益的时阵，伊根本就无做成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的条件。所以你讲演的时阵，咱要安怎甲全世界人讲，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？因为中华民国迄是对台湾人其实讲起来是无意义、无存在的物件，是敢若真可惜讲，对1945年以后，伊受到即个委托，伫台湾执行即个算讲代理的即个职务，来处理台湾日常即个行政事务之意而已。所以伊无法度甲台湾人解释讲伊一个主权独立国家。所以咱真困扰就是讲，台湾既然暗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，但是咱目前拍拼奋斗的目标，毋是伫咧遐，咱是安怎敢若讲要安怎伫即个现有的即个基础上，来做一个算讲行政政体的即个维护，但是这是甲实际上咱要有一日要行入去国际社会时，有一个出入的所在。所以即个头拄仔成功兄你讲的即个上大的困境啊，实际上台湾目前所面临的就是讲，咱要安怎对即个毋是主权独立国家行入主权独立国家，其实伫国际过去的惯例咧真清楚，就是讲，第一，咱来要求结束即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统治，伊一个真无正当过时，超过时间，伫台湾过期的即个统治爱结束。那么，咱来结束即个军事占领，恢复即个平民政府的一个时代。那么，则根据即个台湾爱制定一个叫做基本法。即个基本法就是讲，伫台湾，譬如岛上遮的人民共同想要遵守的即个基本的一个法律，这法律敢若适用伫即个台湾，譬如咱遮的算讲范围内底，并不包括金门，也无包括马祖。简单来讲，你若去掀开即个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的时阵，内底就讲甲真清楚，伊适用的领土是敢若是台湾澎湖这个所在尔，并无包括金门、马祖，所以这是咱爱去奋斗的目标。这是这方面做一个简单报告。补充。